蛇咧有一次咧就係因為拍攝我哋《火舞黃沙》咧，撲親就撲到。大家都说因为车身嘛很拼，他很矮，谁不拼啊？对，他有一次他摔了下场，有什么摔了有伤疤，那还以为我受伤。拍戏連續5天4夜沒睡覺，阿蛇就被逼企喺一個唔夠1尺闊嘅懸崖邊做戲喎。其實為什麼說 TV 出來的都是鐵人呢？就是因為這，因為我雞仔聲，啲做戲，直到今日攞呢個獎，好開心。我冇令到支持我嘅人失望。常常会听到我在领奖的时候说一句话：我会继续努力，我会做得更好。我會做到更好，繼續努力。多謝。也許你們會想，他就隨便說一說，不，是我真心的承諾。你最想保留的是什麼？真誠。玲姐，我覺得不要小看自己，但是要非常努力，才會有自信。我相信明天一定更好。多謝。